阿妹，总有一年，我要老人讲的，也下我太花假的，也个辛苦还有价值的。身在一片漆黑的哑口，洒下永恒真爱的火种，点亮每个需要的角落，期待被触碰。爱的诗篇，一续之恋，字句间的喜悦多甜美。爱的诗篇，幸福泉源，刻下誓言，直到永远，不熄灭。我的花，我天初的花而已。哦，你们家曹生越来越不简单哦，不止国内各大画展都来邀请，连国内画展都来邀请展出啊！是啊，我吓死了，我好怕我们家老公像反骨一样，一辈子郁郁不得志呢。怎么啦？你的作品越来越受肯定，可是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呢？因为老师的启蒙还有鼓励，我才能在创作路上不断前进。今天我得到掌声和肯定，老师却连一本像样的画册都没有。那一天，我坐在老师老旧漏水的宿舍里，看到他一脸羡慕地看着我的画册，想到这个情景，心里就好难过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也难过起来了。奇怪，夏老师的创作都有很多肯定跟奖项，怎么没有办画展呢？也不是没有人要帮老师办，只是因为老师没有钱装画框，所以就拒绝人家。到现在都画了40年了，连一次自己的个展都没有，连一本自己的画册也都没有。老师啊，这辈子只为艺术创作，画了一辈子呢，也穷了一辈子，连屋子漏水都没有钱修。这么惨淡在生活，还继续创作，真令人佩服。这就是老师伟大的地方啊！所以我一定要让世人知道老师对艺术创作的坚持和成就，顺便帮老师改善生活。你要怎么帮他啊？阿才都说了啊，老师连1块钱都不肯欠人哦。你要怎么帮？对啊，办画展啊，这样老师的画就不会无声无息的被埋没，也可以为他增加收入啊。哎，好主意耶！我举双手赞成。先生，牙了啦，把咱有碟啦。不是，无按多啦，按传统的要小可。先生，安尼做唔对啦，可能要爱请人做风水。我是按麻烦，等下今日无落去就好呀，来就唔信，此可呐，啊，别可啦。啊，这个。来，好。都不用了大啦，过去呢落水的花含用的多。好啊。对啦，台北的真的路的当作铁房都快铁。莫家家早起风台来的挡飞要没有？也先生按上，去抗疫的前对味道本属于透意可用，
天日要退休的，丈夫的拍过一惨的。先生了，唔是笑啦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将先生判发展的，给公司纠钱涨幅呀。高啊，领导的啊，就像了劳动是穷用啊，唔知喊做个行业叫啊。无人讲的，先生。黑啦，先生，我用啦。走啦，调下外公发展的事情。哎，用啊。要日本发车用本，唔同中医嘅，去花龙来再个请杀嘅。可以哈。也先生，我去甲赛个咩做的呢？来看啊，遐事情，喊你爸再讲讲啊。唔过先生，国家两3年唔就要退休的呢，做对的规划，要做得天天就展出啦。是啦，安尼吼，较做得去做客厅，要做得较做得去做宣传啊，哎喏，本较多人就看也会翻呢。假使讲有人会买呢？安尼真好啊！安尼吼，做得老赚落一钱，哪会涨幅的咩？无可能啦！来个花，来到底啊，我买个。先生，你也免买卖啦，你迄本顶牙去发电影，做得输虫啊。是啦，好啦好啦，我就会唔判的啊。有，喊敌后转啊。天亮，去哪呀？来同我讲哦。你哈，好好准备，准备重考，你听了无？也无诶，也用靠迄两摆，甲去天痛牙口。先生，这发展的事情吼，唔再搁上看下咧，咱就先去做了哈。这位。吐牙壳，你唔惊消费啊？用啊！咱扣迄200，你就会打乱腿啊！枪嘛跟哪面人啊？莫出息！出息，就算无出息，也硬这条线呢，也硬眼神呢，莫讲咱多么。你个行进来啊！逐摆讲唔用机，你想会走？你用啊！无法好讲啊！都在欠嘛该了。好啊！我想会考，你就让我去日本，签爱准备。无啦。也无老人强用，眼人生，唔免抢一条路好行天天，我叫爱走，唔知感恩希望。
上要。好啊，爱去啊，也要去日本，唔讲爱去的，可怜你，迄唔係愛。所以啊，所以啊。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胜利。爱的诗篇，一夕之恋。所以啊，所以啊，阿强，阿强，先生，然后第二发一听下老人讲的，迄讲伊嘛叫失礼的地方，很请先生原谅我这做好事。有人讲，生人的血气堕胎啦，唔是血气堕落，有生用这个想法，是太无强用的，先生。那迄味道几好啊，也了唔对啊。不过先生，这种事情坚持法度，是得重头动西的。无上从来就无消费过的。俺哪有消费？俺这坚持，俺哪有变？俺唯一有变的，就要俺做人家吧。先生，阿强见面按用意思，唔好骗啊吼。俺顶下七啊，无法度本地过好嘅审判，也个路吼，和当初我行嘅，现在又抢爱咯，无人无机会，做啲顺口讲，嘛该做得，嘛该做唔得，也着敌人嘛该咯。先生，跟住我一张想法啦，去通牙口吼，以后要动好咩？是啊，先生，生人的胎的，你就好好牢记讲嘛，唔是安尼太马世上啦。嘛该太马西上啦，这年迄个七家强嘅啦，那七家会搞，赢着啊，唔是小很多啦。算你啦。按多做埋咯，见未来吼，要同先生讲发展的事情，唔按你老先生安尼咩都欠的，唔讲用个啥？哎呦，另外心感动吼，心上就像挨爸强用啦，像爱对其好的事情哦，搁再让的挨咩要管啦。迄先生吼，一欠起来，再搁两年要插社无安样的咯。唔款啊，属于明明就爱欣赏，欣赏咩爱属于啊，两个量子也爱管的变拄安尼啊。你讲，听我爱讲的话，做得本记了和好，60年不见哦，挨咩感念啊？唔讲迄无唔错啦，唔过吼，要发展的事情，阿看哦，还要再搁等的啦。这发展的事情，俺一定要想办法啦，俺一定要讲到以前为止啊，变到俺迄小记量子也爱管的。妈，所以啊，到日本吼，人太求我来食。一个年天老辈哦，做某个事情要较注意地位。我好好照顾自己身体，对吗？嗯，爱弟啊。迄阵你爸讲的好。
好不好？阿琼啊，你来一坐咧。我唔到诶，暗夹去，夹去什么店嘅？啊，没有遗留。回复唔出嚟啦。伊到日本吼，可能要吓人，我记得13年。他是讲我喺杜龙啊事情，我记得打电话所以，你这个补充的啊。阿琼啊，俺呀哦，好伊说咧。好啦，等下化解一下啊。你先睡了，先睡。我早点去睡哈。先生，掠着花，两枪花拢比较好诶，就先不用你掠了吼。系啊，安样吼较安全啦，咱每半个拍嘢是贴。我不给骗死，假死年个新鲜，就安用不给咩枪枪。先生，好啦，先生，莫客咧，下人来少少的吼。等一下啦。好了，拿去了。
免到本先生判发展的理由，比哪样呢？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森林。爱的诗篇，一世之恋。好嘞，也的啦，阿找就转的，没好转的啦。先生，我想偏向我转。无啦，我今仔无吼，无会转的。我啊，会留下来。该着的麦体假发就少摕咧，存下来个，从来就忙着，你无讲爱咧，还会皮夹着啊。先生，迄讲缘对人，做地留对方强用，留性感度的话讲出来，安尼是咪较好个？我真想爱讲嘛啦，其实我若属意哦，就会按用啦。我把它用来对爱，我就用来对佢咩。今日啊，我有听到人讲啊，老细人嘞，向我细声的讲法咩？我要当初人强用啊，不过啊，我遐细人应该迄无爱机会啦。先生，我有听人讲，喺日本真流行贵妇卡人向我洗身泡温泉，竟做得去日本真舒服啊！伫咧遐吼，听说也伫欠爱啦。从伊到日本啊，拄咧遐忙是写新的本来的。路上，我去日本以前，两次也都无好好讲法。真大个话，想要讲就讲唔出来。忙伫啊，2、3年，条条的听无做。唉，我要死苦。哇，这画是印的真好，老师看了一定很开心。对啊，方老师办了2次画展，大家对老师的画都很推崇。师母也拿了一笔钱，可以修理房子。哎，不过怎么啦？你想帮老师做的事都做了，怎么还叹气？我很后悔当初没有积极介入，让舒雨知道老师对她的爱。现在2父子相隔这么远，误会说不清，注定彼此煎熬。是啊，不过啊，你如果有机会啊，一定要帮老师跟舒雨好好化解一番哦。小姐，一般太太都怕丈夫惹事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怎么，你反而要我多管闲事？
我没有办法，我是油麻菜籽命啊，我只能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喽。谢谢。干嘛那么客气？哎，你不是要去老师那边吗？赶快去啊！不过小孩要放学了，我想我先跟你去接他。不用啊，孩子我来接就好。你赶快去老师那边，老师一定非常急着想要看画册。来。呀，这个真好。哎呀，那个哈总算有爱去家己发财了哈。阿早晨啊，阿早，係，感謝呀對吧？先生，我係入講啦你都錢哦，應該來找我嘅。先生喲，唔放心啦，甲他阿醬哦，一定會再去想辦法，到先生身吼，一定會錢出來。哎呀，你先坐下啦，我去煮綠豆湯哦，請你食吧哈。好，謝謝。先生，俺叫阿財老嗌，還有幾條朋友咧參詳，想愛起間畫室，本轉成畫圖。我是按麻煩啊，呀哈，所以有冇啲不可帶，用嘅嘅呢就好呀，啊。無啦，迄講吼，佢先生用搶入來漲屋嘅，佢屋地度就會較臭啊。講嘛該喏，那倆人喏，你講我畫圖哦，都哪有做啫？無就安尼啦，先生。有人搶來辦畫展，因你強下辦一個師生聯展，唔知道呢？安尼真好啊！吼，師生聯展，你看安尼有話題性，又做得賺較多錢。安尼吼，啲先生用吼來漲屋嘅，就做得做一擺漲吼，唔是安尼做一下停一下啊。哎冇喲，我講死喲。攀了兩塊發展啊，佢發就會不去買槍嘞。我唔攀得啦啊，存的啊，我會去甲留的。再來啊！因為呢，啊？我咪攏愛講哦，泰國有小心的做落啊，講所以哦，唔想麻煩到佢，迄邊生命哦。寸前想要搬出去帶啊！迄除了讀書吼，還敢去用洗澡，啊正經哦，講叫人身體哦，沒法得了。還在更加努力，開創夢想共遠嘅事。爱的诗篇，一夕之恋。啊，就先啦，你下條去花，全球整理好嘅啊，是吧？好慢慢做咁樣嘅，你數好了。
还有谁？要这个发有拉你去办联餐吗？有啦，先生的花伊付就做得了，硬个算嘛见咯。不过先生，我用过共恁想法，想要办发展啊。那就这样。对，李先生啊，注意行啊，啊！原来迄味道基层不属意啊。阿先生啊，那件事情真是莫问披萨地道哦。哦，来滴啦。那条声音，除了阿爸阿妹，就会先生来清纯创。搞单眼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判断。电疗发展判退的前劳动，我一定要基本属意。今个掠一生，唔知还有机会去到日本哦。先生，当然有机会啊。电发展判退的，会你向我日本是温泉，先生抢属于向我啦。好啊，那就拜托你了啊。错了，先生，给属于的天发很矮。错了。那，呀先生下个同款啊？你来嘛943358，你还嘛个通关密语，喊那诗句啊？都唔知道哈，你还属于个天发啦。哦，原来哦，我先生强用，我唔记得个天发号码嘅。哎，在迄要卡个天发吼，俺无爱用下，就记唔下来啊。点的哦，俺就老先生冲。当然有枪啊，你种系搞嘅咩？好啦，数好来哈。哦，难怪哦，刚才讲，你太甜呢，又细甜呢，难怪喏，人用啥，你太昂嘅啦。哎呐，俺用法吼，真係太昂嘅。阿小生啊，其實呢天花我從來就冇打過。933500，就像俺老師伊用自己嘅關係，仲係強下嘅時間少，分開嘅時間多。唉，用嘅上沒磨好啦啊！好啦，莫講啦。你喏，快講。好咗啦嚇，幾多點啊？先生，来念。用诶，空起来。冇事情。哎呀，真嘅落啦。哦，呀，要帶翻去冇？冇。好啦。回到呀，
你会转移腿呗没？先生，还用团路来骗你转啊？唔是啦，你日跳吼，落山的很强哦。哎呀，上一3年天天的行专业，不过两个身体很爱拼。没事啦，大丈夫。啊，小三，你呐，雄身满天下，一己有己啥？算来啊，也是挨个地基嘛。好，站到。你还拿这去啊？这条话对以前唔够人欣赏。一路以来，都让人空得好好。小呆，我想到日本去，帮老师完成他的愿望。阿爸已经过身了，唔系无想要原谅伊。你不走，我们也有嘛用？阿爸含在家下，真上爱留，上爱细本上，加最大。人老来讲哦，这条生年清代汉诗，也无办法做一个好，比模拟高级。伊讲咧，这太几年吼，情感度是某个法较唔会讲，阿爸非常奇勇嘅。伊讲，伊无办法。揾個較好釣嘅食法，有時候反而唔會。我較好釣嘅東西啊，個較好嘅食法。阿邊你不給你，你阿爸情感度你懂得花錢難講。講伊唔敢講，有時候即家講得較好，跳到一點拇指，跳到一叫。伊明明懂
梦想，我两个天发火马，下路之后，有个苦团，都他还的不干，他天发过。今五天日本死苦，比到从前，记牢个看到像绵羊个花麦田，现在几千分，因为这行个心肝度，一定比行个命更好。所以啊，好不容易。先生，我想要讲的话，我已经老讲出来，唔做得变心的。昨天晚上我梦到肖老师，他在梦里对我微笑。你去日本找舒宇，又帮他开纪念画展，一定是你为他做的所有一切，肖老师很开心。肖老师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做再多也无以回报。亲爱的，你还想为肖老师做什么吗？他一生都奉献给画画，用创作来演绎生命。如果说有一间美术馆或是一个纪念园区，可以保存他的画，让他的生命得以延续的话，那该有多好！先生，就贴两个落风，用两个名，做个艺术园区一定办公的。贴地度挂上一幅一幅母亲头像的画，爱上天当风的雨，听作动欢喜的吼。无听作有要将条牌用的。坐伫床的顺晓，我记着爽快去画，画到懵神体。先生，贴画度如风，
唔似带定爱行，梦就冇根本呢个办小事，娘嘅恩情，我冇办法报答，只有继续发展下去，留对人間嘅愛、關懷，化咗一幅幅嘅圖，聽到娘嘅交費、娘嘅愛，牢記着傳出去。先生，昨晡日來報一個夢，一個彩色、點睛的夢。夢裡度聰明、技巧、善良、有用。遠遠嘅山腳風有個落差點，細眼嘅伊，天天的獨佇個兩個窗的門外。窗嘅順後嘅馬鈿、水鼻，又造葉洗髮皮的，玻璃燈嘅水陽、強橙、綠薑，膚色、膚嬌，像一些一樣嘅無邊無味。先生，我喺夢裡度想過了，將啲兩個發作。先生，什麼暗自說，我天天的好。先生，我俾老娘嘅交費記得了，我要學你用法筆向我生命念記。看見思想滚滾嘅浪花，最閃亮嘅真情，化作喜怒哀樂春夏秋冬。看那天大天橋嘅聲情。向